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初9，旧历的10月25，礼拜三。这个失踪12年的查囡仔找到了，想袂到竟然是互家己的亲生妈妈来软禁。这个住伫中华的查囡仔，伊的爸母伫2008年来离婚。这个请养权是归爸爸。当年这个查囡仔才11岁，妈妈利用探视查囝的机会，甲带咧走，从此就无消息。爸爸来报警，找无人。一直到12年后，妈妈带着查囝伫高雄的卖场咧买物件，才互警方来发现。原来这个妈妈为着要保护囡仔，袂互真翁找到。这12年来，伫高雄细厝都甲查囝软禁伫厝内，无互查囝读册，破病嘛，甲来去药房摕病药啊。当年失踪的小女童，即摆已经23岁，三角寸皮包骨，只有30公斤，有行为的障碍。爸爸是真唔甘。青粉也是外头23岁，这个查某囡仔一日碰雨顶，看起来特别瘦，因为已经成年啊，不过体重敢若30公斤。一日边仔这个是因阿兄甲一个查某孙仔，伊看起来呢，强要坐袂牢，因为已经有12年无看到阿兄甲因老爸啊。我问他说：“你还认得我是谁？”他竟然跟我讲一句说：“很陌生。”那真的心也碎了啦。囡仔老爸伫2008年甲前某离婚，这个老母趁去看伊的时，将当时11岁这个查某囝带走，藏伫高雄这间套房内。为了要互人知影，伊差不多是将查某囝甲软禁起来，无去读册，嘛无替付健保，破病了家己开钱去找医生，还是到药房去摕便药啊。已经12年啊，因老爸虽然有报失踪，不过拢找无，最后是伫因老母带查某囝去卖场的时，有留一个线索，互警方找到。人唔拉散，行动冇问题。昏倒，整个心脏好像要快停止了。为怎么了？很难接受。好好一个小孩子，你把我养成这样，好像一个真的很不堪呐、瘦巴巴，很难形容。瘦啊，那个眼神跟很呆滞啊，对，很不舍。但12年啊，查某囝有找到啊，这个做老爸真欢喜，伫面前有放两个人的相片，是讲互相拢爱适应。薛同学他有意愿哈，想要再继续求学的部分哈，他可以去国小的母校，或者是如果他可以去考的这个国小学历鉴定的话，他也可以持续哈到我们的国中母校来就读。消委处已经伫处理啊，虽然这个老母带走囡仔涉嫌违反儿少法甲国民教育义务法，不过这个做老爸认为讲，因查某囝甲因老母一直住做伙，同意意愿和母仔囝做伙生活，有关大人所犯的行径，还阁等进一步调查。